唔好猶豫，即刻同我嘅櫥櫃設計去做啦！一、轉角駁櫃，必須能兩面一齊使用，雖然深度只有10厘米，但係都可以裝下好多廚房嘅雜糧乾貨。另一邊擺滿日常使用嘅瓶罐罐，零碎物件無論幾高，擺一排就方便攞取。二、煙道外側嘅多餘空間，俾我改造成調料櫃，炒菜時伸手就能攞取，超順手。底部能放大桶嘅米麵糧油，再翻出個隱藏摺疊台，就可以直接當餐台。三、雖然台面太細，但係有呢一個40厘米家電儲物櫃，背後預留插座，拉出嚟就能夠直接使用。你話仲唔夠？咁就再拉出個備菜架。1、2、3、4、5，台面又空出嚟咗。四、櫃門就要會見縫插針，打開塞入去，不佔用過度。呢間屋做咗2處，一處喺調料櫃，一處喺電器櫃，平時就打開攞嘢，抽拉電器亦方便。內部亂咗就關上，睇唔見為正。5、櫥櫃轉角，我全部做成櫃桶，仲能夠成個拉出嚟啦，當備餐延展台。總有人話我冇鑊具，好似擺拍，其實係撞嘅太好，好吧？一抽拉開，大鍋細鍋，鍋蓋鏟水，20厘米寬佔地全搞掂。底部嘅櫃桶就放呢種深湯鍋，唔會塞唔下，只有放唔滿。6、所有櫃桶根據動線就近收納，呢邊電飯煲煮飯，旁邊抽拉出嚟就能夠取米，呢邊爐灶炒好菜，低頭抽拉拿出碗碟就能剩。真唔係我吹，呢一間屋廚房隨便單拎出嚟，每個都係逆天嘅存在。如果你都覺得有興趣，就快啲 PM 我哋啊！